你们有心情准备要到都兰了吗？想去吗？想。火车票买不到哦。要跟还知道都兰在哪里吗？在兰屿哦。好这地方还要坐飞机，你看啊，都兰在那个台东市的北方，差不多沿着海岸线往北走，它30多公里的地方，不远。现在交通比较方便，但是就是没有火车，可以坐火车到台东市之后，那边有地方可以租车，那暑假好像会贵一点点。我可以给你当地的行情，通常租摩托车。现在平价的话应该是300跟350，然后暑假会涨50块，对，所以就会变350、400，然后新车会变成450，所以超过450就不要租了哦，好不好？不能让就是破坏这个行情，但也要给当地人就业机会，不能恶性竞争。好，这个租摩托车，火车站附近都会有，飞机场附近也有，然后租摩托车跟租车都有，但租车的行情比较不太一样。啊，就骑摩托车，公车比较不方便，99才一班，真的99才一班的样子。然后暑假听说县政府会有所谓的观光接驳巴士，当然不晓得它可能会在县府公告里面会有一些资讯，你可以看。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省那个350块以上，不想坐摩托车，为了响应环保坐公车的话，就99等一次，这样也不错吧？就是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什么事情都慢一点，好不好？你会有新的收获，也说不一定。好，到都兰，那我常常教我的听众朋友唱这首歌，这的确是都兰的一首在庆典里面都会唱的一首歌。然后我给他一个名字啊，但事实上他也没有名字，但方便大家好记。阿多兰，阿多是那个都兰的地名，阿美族发音。啊，阿多兰就加个兰就变地名了。阿豆是把那个石头啊堆起来的意思。以前早期祖先来都兰的时候，地上就是不管种田还是盖房子，地上很多石头，所以为了要处理那个石头，就会把那个石头堆在旁边，当做一个地标或者是农田的分界线，所以会有阿豆，是那个石墙、矮墙，加个烂就变成地名了，就阿多烂。听起来它也不是很好听，那叫都兰好了。那也是因为这样的设，我就让这样的这首歌就很久很久，也不知道，因为它已经是庆典里面会唱的歌，所以它应该是历史很悠久的，可能几千年就这样传下来这样。然后唱歌的方式也很简单，就一个人当领唱，其他人当答唱，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一句，会给领唱者的力量，然后领唱者的旋律就会不断的变化。哦，我当领唱哦，不要担心啊，树明哥哥带你们。啊，学会这首歌，都兰的歌，试试看到底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始终的拉铁粉，就知道这个歌会不会唱。我当领唱哦，你们当答唱哦，好，我领上来。啊呜哎呀那呀哦嗨呀。嗨耶呀，吼耶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哎呀那呀哦嗨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哈呜啊嗨呀，吼咿哟咿哟嗨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不错，蛮上道的。你们是第几次听演唱会啊？哦，而且它哦嗨呀咿呀哦嗨呀8个字而已，然后这大概是所有里面在唱这种庆典或祭典里面的歌谣最简单的。好，练习啊，好不好？新朋友，旁边有新朋友教他一下，比如说你是学姐，跟学姐的角度，就是你学长这样。
你看啊，好，来点掌声啊！那你们应该有初等的阶级，应该可以了哦。那目前的这样的能力只能到花莲。然后想说，既然是要拉铁的训练营，对，要到都兰就不能只唱这首歌。然后我们称我们自己的丰年祭啊，其实我们有一个阿美族都兰的称呼，我们讲吉鲁马岸，念是吉鲁马岸。鲁玛是家的意思，所以吉鲁玛岸有一点像是家具，然后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家，所以会有这样吉鲁玛岸，丰年祭。当然，如果翻成中文，吉鲁玛岸，就但因为不太好翻译这样的事情。如果翻译成家具，大家以为真的是家的。但阿美族的家泛指的是整个部落的人，然后那个时候要聚在一起，因为那个时候丰收了嘛。就是巴奈稻米丰收了，那就会有一个聚会，这样部落的人一起来庆祝这样的丰收，所以才会讲吉鲁玛岸。然后这样的歌呢，就很像家人一起唱歌，一个人带头，然后你们就是所有的家人，就会有这样的唱歌的方式。然后当然祭典它分两种，一种像庆典，它欢乐的，那有一种叫仪式，啊，那就真的就有一些。大家所谓的禁忌，阿美族的歌像都兰，我本身是都兰的，祭典比较像是男生的活动，你们会问号，阿美族不是母系社会吗？的确，就是365天，其他除了丰年祭以外，其他都是女生比较大，只有丰年祭的时候男生可以站出来，所以丰年祭反而是比较男性的。所谓的年龄阶层啊，也都是以男生为单位，都以男生为单位，所以你在丰年祭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反而比较没有想象中阿美族母系社会的那种感觉，女生吹打不是，是男生，对，因为平常我们都做小的这样子，所以
让我们人能够短短的3天做大的。以前的祭典很长，就是从1个礼拜到1个月不等，看那个丰收的情形。然后现在就可能工作不像以前那样，就是我们现在的部落里面的人，就是很多是依赖外面的工作，所以会有很多年轻人没办法回来，或者甚至父母亲那一辈的也很难回来，所以慢慢的把整个祭典时间缩短，但是该有的流程会有。所以你问我们部落什么时候开始祭典，我们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，但我们没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结束。我们有所谓的流程表，没有时间表，因为从以前就是这样，从1个礼拜到1个月不等。然后现在这样的方式还是存在，但是就控制在3天这样子，有流程。